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宜兰发生一件意外，一个只盗贼小男童，当妈妈只换一个头咧泡牛奶，一打久的时间尔，囡仔就爬过窗仔门，为4楼顶栽落1楼，当场去摔死。这家伙也是中价收入户，生7个囡仔，4个查甫的，3个查某的，爸爸伫咧工地做线工。一透早，爸爸出门，这个妈妈甲姐姐，阁无注意到这个细汉的，这个小男童，阁真爱活伫咧窗仔边来耍，想袂到就安尼发生悲剧咯。想到后生，这个做老母的心有够痛，因为大姐外细汉后生伫泡牛奶时无注意，为4楼的窗仔门摔落去。都很完整，都没有伤，只有头这边。是在这个地方。他这样跌下来。代志发生伫宜兰，当时囡仔老爸出外上班，做老母的伫厝内伫泡牛奶时，因姐姐嘛无注意，意外就发生啊。他可能在找我，找一找，他可能爬到窗户那边就跌下来。依照警方调查，这家伙也是中价收入户，囡仔老爸是伫工地做事，老母负责带囡仔，出来总共有7个囡仔，上较大汉的后生今年18岁，上较大汉的查某囝是17岁，现在姊妹感情真好，其中上较细汉这个后生1岁9个月。发生意外，急救嘛无效。哥哥姐姐就像一个小爸爸、小妈妈一样，都很乖。自这志刚送中秋的物资来，听这个消息嘛真艰苦。针对这个个案，社会处已经伫处理啊。因为他是属于福利身份的对象哈，所以我们后续的话会协助家属来做善后的处理，包括丧葬的一些帮忙哈。因为意外发生的同时，囡仔老爸出外上班，囡仔老母嘛捌出门过。依照《儿少法》第51条的规定，家长袂使予还未满6岁囡仔一个人伫厝内。若是囡仔伫无人照顾的情形下受伤，家长有可能犯着刑法的过失伤害，也是过失致死罪。所以讲，这个老母目前已经被警方移送。